可以传进。对啊，我必须要修，对吧？对，你传球对，我感觉这旁边。到位啊，咁样呢结束吼就无使。对，伊讲话拢定会对。好，咱先甲声关起来吼。啊，要请登记做咱祈祷，咱准备礼拜。你先等者，我等阮老母一下。哦，好。OK， 大家好，祝平安。咱这时做个同心来祈祷，来准备咱心来敬拜。主必听咱天父上帝，完全感谢你，你想使阮这几日的雨水，我看起外口树木真青翠，我所看起的各项物拢感觉真清气。主啊，阮会爱真做清气的人，阮来到主的面前，恳求主来洗净阮他人心内所有的污秽。主啊，因为阮因为主要所祈祷，阮今仔日才会当组织来做伙来敬拜你。我来感谢你，你有差遣主要所来到这世间，伊也谦卑。甘愿屈家，伊家己真侪人类，甚至来为着阮来敬视你，是你家顶会当来赎回阮的罪，会当阮那个一摆真侪主你的囝儿，听我天父，完全阮，个人会当来当用了主基督的心做心，啊，帮助阮的教会会当了主的心。做心，阮会当真正活伫基督内面，帮助阮会当人拢有相像的目标，啊，相像的听心，帮助阮知，阮所做的若无听，即使较做偌大的代志，也并无有啥物好利益。主啊，求你
照你的旨意，引带阮来行伫阮应该行的道路，来引带阮啊，伫阮的所做的代志，拢会当尊主你最大，就互阮伫阮所做的，拢会当见证，阮是敬畏天父、顺服天父的基督徒。天父上帝，求你开阮的心，强逼阮的心，即是阮来参加阮的敬拜，阮会当来领受主你赏赐阮信息啊！来领阮今日敬拜低头到尾，伊都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心来求，阿门。恁着学了耶和华伫正直人的会中、甲公会中，我要专心感谢耶和华。耶和华的所做真大，凡人欢喜伊所做的，拢要查考伊。咱做来念圣诗283首，求主上帝施大阮。做来念圣诗238首。第283首，求主上帝施大阮。
咱做伙来，有新的改变来告别咱的信仰，新的改变，你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，向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，第二个也三亲像，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改变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咱做伙来启用。用启用文35篇，以赛亚书55章，做来启用文35篇。以赛亚书55章，见若恁喙焦的，就来就近水；也无钱，恁就来买来食。来啊！毋免银，毋免价钱，来买酒甲呢？恁啥事开费钱，买迄个未食得的物。啥事着我伫迄个袂互人得食饱呀？恁着留心听我，就会食迄个好物。你着享受优质，互心欢喜。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，伫伊三军的时求叫伊，歹人着离开伊的路，不义的人着改换伊的念头，归向耶和华，伊要怜悯伊。归向咱的上帝，因为伊要骗行赦免。耶和华讲：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。恁的路毋是我的路，因为天怎样较悬地，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。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。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，也无搁倒转。就是润得土地，互地上富的结实，互也种子的有种子。互食的有米粮，我的嘴所讲出的话，也要安尼，决断无空空倒转来我食。是要听我所欢喜的，要互我所找伊做的事得到行动。恁出去要欢欢喜喜，得到引带平平安安。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唱歌。田野的树木拢要搭手，青白发生来退草气。公念树发心来退治地，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纪念，做永远的证据，袂为剪除。大接咱来读今仔日圣经节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8章，咱对第1节到13节。哥林多前书第8章第1到13。第1节论到这五项的物，咱知咱拢有知识，知识会递到自高，若是忍耐会建立德行。人若拍算伊有所知，就是伊还未知，照所应该知。人若听上帝，这个人就是互伊所捌。论到食这五项的物，咱知五项伫世间是无影的，也知上帝独一个。
无别个，因为虽然有称做上帝的，也是有天人，也是伫地人，亲像有侪上帝，侪主。若是咱只有一个上帝，就是爸万物本对伊，咱也归伫伊。搁有一个主，耶稣基督，万物对伊，咱也对伊。总是人无拢有即号知识，有诶拜偶像惯势，到当掠迄个祭司做偶像诶物来食伊。因诶良心既然软弱，所以就目着，总是食物袂互上帝欢喜咱，无食咱无亏损，食咱也无利益。独着谨慎，行了恁即个悬做软正的人会脱害，因为若有人看见你有知识的，坐倒伫偶像的庙，迄个软弱的人的良心，则无对安尼放胆来食这偶像的物嘛？因为对你的知识，迄个软弱的人，沉沦就是基督替伊死的兄弟。因安尼得罪兄弟，伤着因软弱的良心，就是得罪基督。所以食物若互我的兄弟跋倒，我就永远毋食肉，免得互我的兄弟跋倒。哥林多前书第8章第1节到13节，关于祭过偶像的食物这一个问题，我们以为我们都有这方面的知识，其实这一类的知识只会使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才能够造就人。那自以为知道一些什么的，实际上还不知道他所该知道的。可是那爱上帝的人是上帝所认识的。那么关于吃祭过偶像的食物这个问题，我们知道偶像并不代表一种真实的存在，我们也知道上帝只有一位，虽然天上人间也有所谓的神的，有许许多多的神和许许多多的主，但是对我们来说，只有一位上帝，就是天父，万物的创造者。我们是为他而活的，并且只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万物都借着他而造，而我们也借着他生存。然而，并不是人人都有这个知识，有些人一向习惯于拜偶像，所以直到今天，每逢吃这种食物，总觉得是吃偶像的食物。他们的良心本来就软弱，更因为吃了这种食物，觉得受污染了。其实食物并不能改善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不吃没有什么损失，吃了也没有什么收获。但是要小心，不要因你们运用个人的自由，而使信心软弱的人犯罪。假如有人在这件事上良心软弱，看见你这些知识丰富的人在偶像的庙里吃喝，这不等于鼓励他去吃那祭偶像的食物吗？那么这个软弱的信徒，也就是基督为他死的人，将因你的知识而灭亡了。你们这样做得罪了信徒，伤害他们软弱的良心，就是得罪基督。所以如果食物会使信徒犯罪，我就永远不再吃肉，免得使信徒犯罪。刚才上帝书互咱的话，这时咱来请李牧师互咱做位来祈祷，然后预备来敬祷。咱做来祈祷，请阮的天父，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谦卑阮家己，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个伫地，因为你是阮唯一的倚靠，阮唯一的主。当阮咧面对即个武汉
肺炎的疫情的时阵，阮虽然有期待济帮助阮，亲像检验、亲像喙암、亲像疫苗来帮助阮来受到保护。除了这个代志以外，阮更较需要主你的恩典来看顾、来保守。特别是阮的信心，伫经过一段偌久以后，检测阮有人的心软弱低志，毋知影这个疫情要过偌久，会受到偌大影响。照统计，伫航空业因的期待，2024年以后才有可能恢复过去航空的欢迎。主阮知影，侪人、侪生理、侪的生活拢受到影响。阮需要主你的恩典看顾保守伫阮的中间。阮是所徛起的所在是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一个所在，加州也是全美国上严重的一个州。阮特别需要主你甲阮三个伫地。无论阮的所面对的环境是怎样，阮有主你通倚靠，阮就有信心来继续伫将来生活中间，甲你来相合行。阮恳求你继续来带领阮的教会，思考阮教会的未来。主你的旨意显明，阮愿意照你的脚步来行。来，求主你甲阮相合伫地，伫阮今仔日的敬拜中间。主你甲阮相合做得，将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底，互阮来明白受到帮助。阮来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好，咱用主祷文来做伙祈祷。我伫天父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上亲像伫天日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。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错阮就得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。美国关灵阳光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今日要甲大家三个分享的是食，互人食饱啦，食这个物件伫圣经内底，其实是算是足重要的一个字，一项代志。今日咱伫所读的这个启应文，用以赛亚的经文咧讲到咧追求什么款的，食会饱的，还是食袂饱的？咱到底要追求啥货？要安怎食？保罗对这个部分有真深的解说啦，特别是伊用着讲拜偶像的祭物会通食无？其实伊伫即个今仔日即段的经文内底有讲着通食，也嘛有讲着毋通食啦，但是食甲毋食，伊感觉基本上是甲咱的甲上帝的关系是无关啦，对今仔日的经文，咱要来思考的是讲。咱的使命是啥物样啦？基督徒的使命，这个雕像是一个加拿大的雕塑家伊的名叫 Timothy 伊伫2012年、13年的时阵，将这个雕像放伫足济的天主教的主教座堂，咱咧讲 cathedral 但是拢去互甲赶走因讲这个互教会足无民主啦为什么会安尼？因为伊这个雕像的名叫做 Jesus the Homeless 也是咱咧用中文讲迄个流浪者耶稣啦伊是安怎会号这个名？咱注意看这个雕像的骹，我来用这个笔甲咱看，咱来看这个部分伊用耶稣钉伫十字架的骹，
来做即个 homeless。伊要表达的是马太福音25章吼，马太福音25章的一个精神吼，耶稣所讲的吼。啊，咱上落尾才会进入即个部分吼。伫圣经内底，咱会当看到讲遮吼，会通讲是上帝互人，也是讲人最基本的一个需求啦吼。啊嘛是上帝互人的一个束缚啦吼。是安怎讲？是人基本的需求。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内底祈祷，敢毋是安尼讲？阮的日子今仔日束缚阮，所以这是足重要的吼。若无通啊食，足侪人是无法度去找这个信仰啦吼。所以食会通食饱，是上帝互人真特别的稳定甲束缚。但是到底要安怎食？伫圣经内底有足大的部分咧讲着食的代志吼。咱等下第一部分会对伫圣经中间，我经几个角度来去看到圣经咧讲食物件这样代志吼。其实你若注意来看圣经吼，一开始创世纪就咧讲着食啦吼。创世纪第2章，咱若去看吼，第16节甲第17节，吼，上帝创造伊甸园了后，佮创造亚当甲夏娃，设立亚当夏娃去管理伊甸园的时阵，甲因讲啥物诶？伫这园内底所有的物件，你拢通食，只有一项。哦，所以伫上帝创造的目的，就是要互人通食。吼，足清楚哦，吼，就是要互人食饱，要互人会当自由食，敢若一项袂当食，吼，咱会当食，啊嘛有迄个袂当食，就是保罗今仔日讲的，吼，所以伫圣经中间也看到，吼，过来咱看到亚伯兰啦，吼，亚伯兰伊受上帝的呼召来对上帝行了后，啊有一天有3个天使。去到伫伊诶所在，即3个天使是经过伊遐，啊要去即个索多玛吼，俄拉，要去罗德遐吼。即个记载咱看见讲，亚伯兰款待上帝使者用啥？用食，吼，用食，吼。过来，咱也看到伫出来集记。第16章了后，以色列人伫遐嗨餐，讲阮无物件通啊食，阮无水通啊啉。阮伫埃及的时候，阁有物件通啊，有肉通啊食较饱啦吼。所以上帝互以色列人有肉啦，有烟吞肉通啊食，拢总食40担。所以食真重要吼，食对要跟对上帝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吼。啊，无咱亲像出来叫以色列人吼，啊，着拄啊嗨餐啊吼。但以理第1章第8节到第13节，咧甲咱讲着，但以理拒绝食巴比伦王互因的即个物件吼，伊拒绝食吼。所以讲，咱咧讲食甲毋食，即中间有伊真特别的一个。意义伫咧吼，啊通食，啊嘛会使莫食啦吼。这是保罗今仔日伫咧讲的部分吼。所以，但以理甲伊的朋友拒绝吼，我感觉这个话甲真趣味啦吼。但以理后壁迄2个吼，足坚定对伫但以理，迄个意思讲吼，但以理你啊决定我着对你，啊另外一个坐伫迄边仔，你看伊的目睭，伊咧看啥？我感觉伊有迄小可想要食，啊嘴拢着咧流吼。但以理着讲无爱食呢吼。我即个话甲话了真趣味啦吼。但因有因家己的坚持，因要照上帝的路来行。伫圣经的中间有几项物件咧讲着食的祝福，吼，食的祝福，咱拄则看到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，因到伫约书亚带因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了后，迄个时阵玛纳正式无去，
前后后拢总有40担久。这个玛纳照原文的字面来讲是啥物货？所以因连迄是啥物物件，因都毋知影的时阵，上帝用迄来饲因40担久。这是上帝互因足特别的恩典啦，因毋知影迄是啥物物件，但是因食40担，互因伫40担中间袂枵过。到伫因正式进入伫应允之地了后，玛纳停止啊，玛纳停止啊。这咱要讲大自然的现象，也是有人讲啊，这著迄个所在本地著有的物件，拢无要紧，但是无迄个遮尔拄好，因开始嗨赞的时阵，上帝开始互因进入伫应允之地迦南了后，著无去啊，这是真大上帝互因的祝福。过来，伫福音书内底咧讲到耶稣咧讲到迄个大宴席，大宴席，咧譬如上帝的宴席，咧譬如上帝的救恩啦，这个大宴席基本上是要互本地捌上帝的人，但是捌上帝的人，因却有足济的理由，我拄嫁娶啦，我的牛要安怎啦，就足济原因就找理由来拒绝。这咧指犹太人啦，咧指犹太人。然后这个大宴席就互真济无相关的人入来伫内底食，入来伫内底食。这是主的宴席内底，咧表达主的救恩。另外一项伫哥林多前书，今仔日咱读的经文，佫接续落去咧讲的，是迄个圣餐，圣餐对第11章的23节到26节咧讲哈，讲我当日传互恁的是对主所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受卖迄暝摕饼起来祝谢，擘开讲，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写的。恁应该着安尼行，这是纪念我。食饭了后。因就就来安尼耶稣又搁摕杯起来讲，这个杯是我的会所设立的新约，恁大家啉的是着今日来纪念我。恁大家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搁来，直到伊搁来。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恩典，一个恩典，就是借着主耶稣所赏赐互咱的，所赏赐互咱的，会通来领受伊的救恩，来领受伊的救恩。这是上帝互咱的恩典，但是这嘛有可能是一种的罪。咱要来看一个负面的物件，这是今仔日保罗所咧讲的。你会通食，因为伊讲这个食的对象，这偶像的祭物的这个对象，遐个人，遐个偶像是假的，无存在，所以祭拜伊根本就无啥物效果。既然是安尼，是咱食是无问题，这是保罗今仔日所讲的一个角度。但是伊落尾去讲第二个角度，如果咱食会互人绊倒，所以。食甲无食，就有无共款的意义伫咧。咱拄则讲着创世纪中间，上帝一开始就赏赐咱食物，所以甲亚当甲夏娃讲，这园内底物件你拢通食，只有一项袂当食。所以即个食对亚当夏娃来讲，伊是咧违背上帝的旨意啦，伊咧违背上帝的旨意。因为因去食迄个会通了解、会通辨别是非、判断是非的这个水果，这个果，因伫遐来违背上帝的旨意。内底所有的物件，你会当照你的意思，咱咧讲的自由意识，会当去食，但是只有一项，迄一项是上帝讲袂使的。迄个意思就是讲，你若食的时阵。你着违背上帝的旨意，伫即个时阵，
咱看见亚当甲夏娃，因两个人伫遐来违背上帝旨意，因来食咱咧讲的叫做探私欲啦吼，因来食即个禁止的果子，上帝甲伊讲袂使食的。过来，哥林多前书11章29节，佮接续落的经文，咱咧甲伊讲，因为人食啉食，若无分辨主的身体，就是啉家己的罪。毋是咧讲着咱真正拆食耶稣的身体，是咧讲咱若无明白迄个救恩，咱若来啉来食，也是讲咱无去认咱的罪，咱知影，咱伫即个拄则所读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6节，即中间咧讲到即个圣餐，见若食或者是啉的时阵，拢着安怎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所以，当咱搁一届伫主的面前领受圣餐的时阵，基本上是一个领受主的恩典，伫伊的面头前认罪，搁一摆得到救恩的即个记号。所以，咱若无认罪来啉，咱就是来啉家己的罪。这是伫哥林多前书11章后壁才所咧讲的。亲像伫保罗今仔日所讲的话，伊嘛伫遐咧讲即个你啉也是食，毋是介重要的，毋是介重要的，因为咱知影所祭拜的即个偶像是假的，是无存在的。伊讲食袂改变咱甲上帝的关系，无食嘛袂有生。我迄经文联络着牧师啊，请佮等一下。
哦，这个荧幕出来了。你就像有听到，有听到。好 ，OK， 好，断。啊，这 PowerPoint 看有吼？无 PowerPoint， 无 PowerPoint。无 PowerPoint 吼。对，等一下哈。有没有办法 share？恁慢请离开，我先出来一个，啊，搁入来吼。老师，我建议没有 PowerPoint 的。哦，好。好，没有 PowerPoint 就继续落去啊。OK。啊，等下姓氏就无得唱。啊。好，来，咱继续歹势，今仔日这个网站小可怪怪。哦，咱伫保罗荷兰的教士内底，甲咱讲，这其实是一种的方法，来表达咱甲上帝的关系啦，吼。也是讲，你甲你的信仰、你的使命是啥物货？所以伫这个中间，伊咧讲到祭拜偶像，迄个对象是死的。这个食物犹原是食物，袂有啥物款的帮助。你无食，啊嘛无有啥物款的影响啦，吼。这是今仔日所咧讲的部分。第二就是讲，到底要食啥物货啦？就讲，咱真侪时阵无物件通食的时阵，咱要食啥物货？咱看见着亚伯拉罕，伊拄着饥荒的时阵，伊已经去到伫应允之地啊。啊，上帝已经甲讲啊，这个所在就是要互你的地。伊拄着饥荒啊，伊就落去埃及，吼，伊落去埃及。
这内底有足大的问题，就是讲，毋是干那伫食的代志，伊要食物件，所以落去迄个咱咧讲的米仓吼，尼罗河即个部分，啊，伊去遐望会当食着物件，当然要食物件无问题，但是即个食即个部分所表达的是伊甲上帝的关系。伊彼来书咧讲着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的老爸。但是伫即件事顶悬，伊所表现的是无对上帝无够信心。上帝已经甲伊讲，即个地就是我要互你的。然后伊看到奇远啊好哪亲像彼得伫迄个船顶的时阵，看到耶稣行伫水面，伊甲主讲：主，我嘛要行伫水面。主甲讲：好，你来。结果咧，伊的目睭看风影，无看耶稣。亚伯拉罕伊所咧食的是一个无信心的物，所以落去到伫埃及。然后咱去看到雅各，雅各这个家庭，伊嘛是共款犯着共款的问题。当因拄着饥荒的时阵，当然咱会讲着讲，上帝安排约瑟伫埃及做真好的代志，然后救这个家族，但是因规个家族安那搬落去伫埃及。甲亚伯兰共款，因搬落去伫埃及了后，有拄着真大的问题。亚伯拉罕得爱用欺骗来过续伫埃及生活的日子。雅各的家族用430天，才通好倒转来伫上帝的怀抱。其实爱阁加40天。伫埃及因点430天，就是因为因拄着饥荒就走去，伊就走去。到底要食啥物？这拢咧表达咱甲上帝的关系。拄则咧讲的是一个媒介，一个咧表达后壁的部分，咧表达一个咱甲上帝关系的一个工具，食物件啦，咱无一定是讲食肉。还是食米，还是食啥物汉堡？咱来看迄个伫士书第7章所记载的一个士书，伊的名叫做基甸。第4节到第8节的时阵，上帝甲伊讲：遮侪人无效，遮侪人无效，你叫遮兵啊去啉水，有300个是安尼仰水啊，目睭咧看别个所在。目咧看别个所在，表示因有警觉，因有警醒，然后上帝就拣这300个来做基甸的军队。食啥物货无介重要，有食无食，保罗讲嘛无介重要。咱开始咧查罗德书、罗德记罗德记咱看见透过食物件，上帝互罗德甲即个拿俄米，即对即个大家新妇，透过食物来甲上帝连结，透过食物来甲上帝连结，透过伫田内底咧捡这物件来去入捌破阿书伫遐来甲上帝来连结。咱看大宴社所咧表达的，即个食物毋是满桌的青草。是咧表达讲，你有愿意入来伫主的宴舍内底，甲主同坐倒啊无？这是迄个重点这是迄个重点。当这个重点咱有抓到的时阵，咱才有法度透过即个方法，也是讲媒介，互人食饱即个来甲上帝结连关系。所以保罗伫今仔日的经文咧提醒就讲。你若算食了，会去用跋倒，你宁可莫食。所以食甲毋食，其实是无关系。但是如果会互咱帮助咱甲上帝建立关系，咱通食。如果会互人离开上帝，安尼咱毋通食。一开始的时阵，互咱看迄幅图，加拿大的雕塑家 Timothy， 伊用耶稣钉伫十字架骹
来做这个 homeless， 基本上是咧表达马太福音25章耶稣咧讲的讲，我枵恁互我食，我喙干恁互我啉。这是美国长老教会的一个社会关怀运动的经文啦，吼。伫美国长老教会叫做 Matthew 25。所以即马伫差不多伫整个美国长老教会拢用安尼咧做思考，来做结论，要安怎去帮助人，透过提供伊食物，提供伊生活的需要，来结论伫即个福音内底，吼。这是伫即目前美国长老教会所咧做的代志。即嘛帮助咱来思考啦，就是讲，食甲毋食毋是遐尼重要。咱若准讲有physical的礼拜时阵，咱伫教会咱会做伙伫礼拜了做伙食饭。即个食饭是咧表达咱本身会友中间互相的关系、互相的交陪，也咧表达咱领受主的疼伫咱的中间，补足咱的需要，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。互人食饱，因为咱已经得到食饱。这个食饱毋是真正腹肚的饱，是讲咧讲迄个救恩啦吼。所以咱也毋茫讲透过安尼互咱个重新来思考，就是讲伫咱的生活中间，我想无拄一定伫礼拜堂内底吼，就是讲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要安怎来透过咱甲人的直接，将即个食的福分，就是透过食来入捌救恩的即个福分，甲人三甲分享，来成做人的帮助。咱三甲做伙来祈祷。天阮的天父，感谢你的恩典，透过保罗所讲的话，也互阮会通伫你的面头前来得到安尼的恩典。主你互阮食饱，因为你透过你，互阮通得到迄个救恩。你也爱阮，亲像你呼召亚伯拉罕共款，要成做别人的祝福。主啊，求你互阮来看见，阮会当伫阮的生活中间所做的代志，也互阮会通来成做你的工具、你的器皿，互人来食到即个救恩，互人来食到主你的话，互阮也成做你的奴仆，互阮也成做你所找见的，来成做迄个代言人，来传达你的话语。透过你的话语，也互阮会通得到帮助。特别是伫阮咧面对即个武汉肺炎真严重的即个情景的时阵，主，阮需要你的话来充满伫阮的内底，互阮有更较强的信心来倚靠你，来过阮的日子，也互人看见讲，阮实在是大有信心，因为阮有主你通倚靠。感谢你，也献上祈祷，你继续来保守。带领阮的教会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。咱所接咱来念圣诗490首，490首，咱来。我先出去者，我搁用入来看，会使无吼？咱检查咱咧等的时阵，检查咱有厝里有圣诗的人，咱会当去摕圣诗。好 ，OK。有看到吼，等一下哦，嘿，我来用。第490首，地主的人有幸福。
所以咱做来吟奉献的诗，对。咱做来奉献的祈祷，台湾天父上，台湾感谢你，你赏赐阮遮尔济，阮你有赏赐阮遮清英，大项拢有教育，你有照顾保守阮，但伫这瘟疫中间，阮大项拢永行健康，出这内外拢有平安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阮大人拢会当得到好的物通食。让得到阮身体得到健康，特别上帝，去帮助阮，会当在伫阮的灵性上，会当来直接会当得到永行健康，帮助阮正会晓，阮会当直接阮来谨慎来遵守你的教示，伫阮服侍的顶面，阮当好好来发挥阮家己的力量，会当来帮助阮教会。所有的事工，特别上帝叫你帮助阮过来，一礼拜中，阮伫阮无用的中间，生活中，阮当得到好的休息，人也身体也得到养壮，就是阮有教育的智慧，真力为主做工，就做帮助阮，会当来明白，若是主所无爱阮去做的。阮无去想，阮无去看，阮无去听，阮无去讲，阮也无去做。求求主，赐予阮，赏赐阮，逐人拢有当有教育的力量来赢过家己，来为着你做水较好的见证。让天父上帝，伫阮的服侍中间，帮助阮会当真正会当来献出阮家己。阮家己的时间，阮家己的快乐，阮家己的能力，特别上帝，阮所奉献的求主你甘乐生活，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心来求。阿门。这是咱请牧师来关怀报告。大家平安，歹势，今仔日网络问题啊，这个网站嘛有小问题吼，即摆安尼 OK 啊啦吼，我先介绍一个人客吼，伫咱的网站顶悬有写一个剪彩啊吼，
伊无影响啊吼。伊是咱即马 TPC 妇女会会长吼。来拄好今日咧讲个主题吼。我感觉爱真感谢伊，因为伊做 TPW 会长即几档诶中间，伫遐咧会唱，咱敢有看着？咱等下请伊去落来，上落尾才来迄落啊吼，才来交配安尼吼。伊有伫即个互人食饱即个功课顶悬有做真好诶同工诶搭配安尼吼。咱连伊请老婆咧才来交配啦吼。好咱共款来做好家己诶自我诶防护吼，洗手吼。咱为着台湾诶疫情来祈祷，为着咱国家去加州诶疫情来祈祷吼。为着咱诶教会未来发展来祈祷吼。好，咱共款吼，因为也未通开放即个教会实体礼拜，咱继续维持网络诶礼拜吼。即久会使伫户外做礼拜诶区域无介侪悬啦吼，伫加州吼。好即礼拜拜三7点吼，下暗7点主会长要来召开即个教会未来发展小组诶会议吼。请咱小组诶同工来出席吼。请咱兄弟祈祷啦吼。2月初5暗时7点半吼，咱要来看路德记第1章啦吼。来今仔日下昼2点伫咱诶礼拜堂遮吼，有要做网络操作诶训练吼。拄好今仔日诶礼拜状况做真好诶迄个咱会当来讲安尼吼，看若拄着即个问题是咱要安怎来解决吼。后礼拜六下晡3点要召开同工会，要来确定好会议程，请咱同工半工来参加吼。前礼拜出席20人，小组发展小组17人吼，网络团队13人。即礼拜奉献610箍。这是后礼拜诶讲道服侍诶同工伫遮吼。好，来 David。咱做伙最少人，咱来做来读今仔日诶经句，伊在诗篇111篇第7节到第8节。第7节，伊诶手所做是诚实公平，伊诶教示拢是确实，是永世代坚固诶，是照诚实正直设立诶。咱搁读一摆第7节，伊诶手所做是诚实公平，伊诶教示拢是确实，是永世代坚固诶，是照诚实正直设立诶。诗篇111篇第7节到第8节。咱来做来吟上元的诗511诗，然后请李牧师祝祷闭会。第511首，学了上帝至权至尊。但愿主的恩典，守护伊圣神的同在，将平安对天顶降落，甲咱三甲地底对即叠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
好，咱会当开咱的影像甲声音，我来甲这关起来吼。